我叫做黃天瑜，今日我會表演一個關於紙牌嘅魔術。大家可以見到呢副紙牌係冇任何甩漏嘅。清楚啲。嗱，睇下。攤開佢啊！嗱，而家咧檢查完啊嘛，嗯。係咪？係啊。嗱，你問所有觀眾係咪檢查完先？咁梗係啦。然之後咧，我要揾一個助手出嚟。嗱，你伸隻手出嚟，求其抽一個隻紙牌。我抽呢隻。嗱，觀眾望住鏡頭喎，睇下。然之後咧，你望住鏡頭睇下呢張紙牌，我睇唔到嘅喎。係睇唔到嘅你喎。攞住，我用心靈感應下嗰個助手。感應。請問助手，你呢張紙牌係咪紅心綠呢？係啊，你望下。觀眾，你哋睇下鏡頭。Cut。